Hello， 大家好，我係林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 Gemini 已經出咗連接 Notebook LM 呢個功能。咁呢個功能嘅最大好處咧，就係解決咗 AI 幻覺，令我哋有我哋自己嘅知識庫。咁咩叫 AI 嘅幻覺咧？譬如過往我哋如果問 AI 嘢咧，佢會去答一啲佢根本唔知道嘅嘢，甚至根本唔存在嘅嘢，但佢為咗答你咧，佢都會亂咁答嘅。譬如舉個例，你問佢小明居酒屋一個月嘅營業額係幾多？佢未必知你講邊間小明居酒屋，亦都唔知佢根本存唔存在，但佢可能會照答你30億一個月，又或者話俾你聽我唔知道，都有可能。咁我又舉多個例，譬如好似我畫面呢個例子，加拿大15個警察捉拿了100個疑犯。第二個新聞，2名市民移民到加拿大。而當呢一紮新聞入到去 AI 個 database 嘅時候，有機會 AI 去覆你嘢關於移民嘅知識嘅時候，佢覆你15個警察移民加拿大。因為呢啲就係所謂嘅 AI 幻覺啦，佢會可能將啲唔清唔楚嘅嘢撈亂埋一齊去回應你。OK， 咁而有咗自己嘅知識庫之後咧，佢可以通過 RAG 嘅技術去答一啲有根據嘅嘢。咁先講下咩係 RAG 啦。咁 RAG 咧喺維基上面咧就咁寫嘅 ，RAG 檢索增強生成係一種人工智慧技術。佢通過將 LLM 生成嘅能力咧同外部知識庫就結合，跟住再去答你啦，就解決幻覺呢個問題啦。簡單一句 ，RAG 就係先查資料，再用 AI 去答你問題。咁樣就可以解決咗佢係答你嘅嘢有根有據嘅。好啦，咁如果過往我哋想用 RAG 啊自己嘅知識庫咧，一係咧就去網上揾一啲咁嘅相關嘅平台啦，一係咧就要去自己部署嘅。咁而 Gemini 出咗之後咧，我哋只需要去翻佢嘅平台嗱，咁之後需要加號。咁可能有啲朋友咧而家仲未見到呢個掣嘅，因為佢係分區去推出嘅。OK， 咁我揀咗 Notebook LM， 咁揀翻可能我想查嘅筆記啦。咁我準備咗好多筆記嘅，譬如可能我平日咧我喺呢度打咗好多嘢，咁我可能入咗啲 YouTube 嘅資料啊、文件嘅資料啊，係我想學嘅嘢。好啦，咁我揀翻呢個筆記啦。OK， 新增。好啦，咁我已經打定咗一句噶啦。我想問 KPI 怎樣使用，是什麼來的？ OK， 我 send 出去。咁如果你就咁問 Gemini 咧，佢都答到你嘅，但係佢會答你嘅嘢咧係佢自己過往嘅 database 啦，佢過往嘅知識啦結合。好啦，大家見到佢答到啦，咁啊 K8S 係咩嚟嘅咧？咁樣有一段字啦，一路答落去。最重要，你拉落最底。見到來源 ，OK， 佢會話俾你聽佢係引用咗邊啲筆記 ，OK， 去回應你嘅 ，OK， 就係你擺落去。咁呢啲我哋可以應用喺咩場景咧？譬如話大學生做論文，佢想通過 AI 輔助。如果你直接問 AI 去攞資料咧，佢俾咗啲論文你咧，可能個論文根本唔存在，連條 link 都係假嘅。但如果你揾咗好多嘅論文翻嚟咧，你俾咗 AI study 擺咗喺 Notebook LM， 佢答你嘅時候就一定係嗰啲論文入面出嚟嘅。又或者一啲公司嘅 policy。當你擺咗落去 Notebook LM 俾同事查詢，咁佢真係一定根據公司嘅 policy、公司嘅 SOP 去答，而唔係自己作出嚟嘅嘢。OK， 咁所以 Notebook LM 咧最主要就解決咗我哋 AI 幻覺問題，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個自己嘅知識庫。咁啊，大家可以去試用下。咁今日除咗分享咧 Notebook LM 同 Gemini 結合之外咧，我仲想分享一樣嘢，就係關於 Gemini 嘅 Canvas。咁可能好多朋友都用過㗎啦。咁喺 Canvas 咧。最簡單嘅用法咧，其實咧，大家就係揀咗佢之後咧，譬如可能用佢生成一啲代碼啦，生成一啲文章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話想用 AI 去做一啲 PowerPoint 啊，做一啲 slide 啊。咁但係咧，如果用 Gemini 嘅 Nano Banana Pro 咧去做嘅話咧，佢全部都係圖嚟嘅，係好 fancy，但係改唔到或者好困難去修改。咁其實咧 Google 本身用 Canvas 佢一樣可以做 slide 嘅。OK， 咁啊俾大家睇一個 sample 啦。咁其實咧，我喺呢度其實做咗幾個。咁我譬如針對 Whitecode 幫我生成一份 slide。咁咧，我點解試咗幾樣咧？因為我想試下唔同嘅 style 啦出現。咁我最尾我用三角嘅風格生成啦，咁樣。OK， 你見到我同佢講完我生成嘅乜嘢，其實佢已經生成好咗。哇！主公嘅軍師等等，係啦。咁佢一定係冇 Nano Banana 咁去fancy 嘅，但係佢嘅好處係咩啊？你只要匯出字簡報咧，你就可以似 PowerPoint 咁去修改佢，去加圖改字。OK， 如果本身你註冊咗 Gemini 嘅話咧，你仲可以直接喺上面去撳生成圖。OK， 係啦，咁佢相對就絕對比較簡約好多嘅。OK，
咁除咗去做 slide 之外咧，平日仲有啲咩可以做咧？譬如你突然間想生成一張 CV， 你覺得自己用 Word 做嘅係唔夠靚嘅 ，OK？ 你可以叫佢生成一張 CV， 你只要俾晒資料佢。咁又或者俾多個例子大家睇，好似咁樣，我而家即時要生成張報價單或者生成一張 invoice， 但係我冇註冊任何系統，亦都冇下載好任何嘅軟件，我想只係可能一次半次整嘅啫。好似我咁，我幫佢生成一頁式嘅 HTML， 目標係一張 invoice， 咁啊資料我求其俾佢啦，咁啊做咗 sample 嘅啫。咁好啦，我哋睇下佢生成嘅效果。好，我哋縮翻細少少睇。嗱，大家見到其實佢已經入好晒所有資料噶啦，好靚嘅，其實都好簡單。你可以隨時要求佢再改變風格，咁亦都可以隨時加字。譬如我呢度可以加個ABC， 呢度再加個姓氏咁樣啦。OK， 我可以加好多嘢，即時修改，跟住撳列印，係啦。咁呢啲功能你只要同佢講，佢就即刻可以喺度 preview。咁我哋可以充分去利用 Canvas 嘅唔同作用，去幫我哋解決一啲生活上唔同嘅問題。咁啊，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少少手啦。咁如果你都覺得呢條片有幫助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或者 share 俾朋友，亦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啦。多謝你。